今日一齊嚟試下肩部外旋訓練 ，Let's go！呢個動作有助提高肩關節嘅穩定性同埋靈活性。雙手握住阻力帶嘅兩端，上臂貼近身體，手踭屈曲90度，將雙手向外旋打開。注意要將手踭貼近身體，避免上臂擺動。稍作停留後，慢慢將雙臂返回開始位置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重複動作3組。頭先做得唔錯喎，記住睇埋其他影片 ，follow 我哋仲可以獲得最新資訊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